打的是什么药啊？就普通的消炎药。昨天不知道打的这个。是吗？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快走，你快走！你放开他！别过来，我杀他！藏好了，别动，听见了没有？别动，老实点儿。别过来！激动。滚远点儿！我知道你，别过来！滚远点儿！没事吧？香雅，告诉你段飞，以后少缠着我女儿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妈，不关段飞哥的事儿。住嘴！记住听话。不好意思啊。哎。怎么样？伤到哪儿了？啊，疼。好好，我不碰你。你在这儿坐着干嘛？快回病房啊！老婆。啊？我想回家。回家？那怎么行啊？你看我现在都好了，医生说可以出院了，而且回家天天看着你，我会好得更快。你确定？嗯，确定。好吧，那我们回家。嗯。我还以为你要死了呢。你就不能想我点好吗？我刚才来的路上急哭了。真的吗？没看出来你还挺在乎我。你想多了，我就是觉得，你要是因为保护我出了什么事儿，那我云家不得亏欠你一辈子呀？原来是这样。老婆，我们去海边走走吧。我在医院快憋死了，我想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。想去海边可以，但是你这会臭死了。你先回家洗个澡，换身衣服，行不行？遵命，老婆大人。对了，
那你先答应我一件事儿，帮我买点啤酒。啊？来，办什么呀？啊？一群废物！怎么突然想喝酒了？没什么。对了，你伤好了？这点小事算什么呀？以前住院一住就好几个月呢。吹牛。你怎么让我买这么多酒啊？啊，为了庆祝你出院啊！来，庆祝段飞出院，干杯！不是你怎么没干啊？我一个女孩就干了男参加丈夫，干了，干了。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？没有啊。再喝一个。好事成双，干杯！现在呢？现在真没有啊。坐下来，你离我近一点。下再喝一杯。喝呀！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呀？现在啊，有吗？你说。撑。大小姐，你到底让我说什么呀？段飞，你是不是一直拿保护我来当做爸爸给你的任务来执行？在你的心里，对我、对云诗彤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感情啊？没有，我来天涯这几个月都很忙，而且你让我去安保部工作，这感情的事啊，我还没来得及想，我还要管你爸、秦雪、何来，还有整个红景集团。老婆，你去哪儿啊？回家。这人怎么了？老婆，你等等我。小雅，小雅，
妈妈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这回该得到教训了吧？小雅，还给我！小雅，你听我说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你说。小雅，你跟段飞在一起，他只能给你带来伤害。你怎么就不明白妈妈的心呢？我不明白，也不想明白，我就是喜欢他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非要阻止我？到底为什么？注意休息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利用这些漏洞，来搞垮整个红点的电商系统。你们有什么问题吗？老大，这些漏洞难道开发人员看不出来吗？既然云总有心要做这个项目，怎么会连最基本的网络安全都不考虑呢？你还真把自己当红点员工了？赶紧给我干活，不然待会他们都来了，就不好下手了。